我有把客家的一些花布用立体的技法把它表现出来，我会用一些金属、精工的东西来代表新娘子头上的一些喜悦的那些富贵的那种象征，像花轿，然后所以四面都有不同的表达方式。从学叠古巴特开始，李玉萍就不想只沿袭欧美的做法，她想表达东方的台湾的文化。客家朋友本来就有很多的酱缸，可是很多朋友他可能会把酱缸都把它堆落在角落里面，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惜。加上一些泥沙的效果，然后加上色彩，再把它当成一个装饰品，它可以装饰我们居家生活。三统也做中西合并，结合客家元素，让作品能进入别人的生活，而且在手中被活用，就是一种成就感。你们在创作，怎么样去把它应用在生活上？这才是真正的创作，要别人接受度高才可以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强调实用的叠古巴特，是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不是随便的拼贴而已。对。亚斗形赛，亚哈懂柳哈，这很新潮，现在很受欢迎。擅长用立体的叠古巴特去营造强烈的空间感。李玉萍的美学基础来自多年美容教学的经验，拥有乙级证照。内心里始终问着自己，还能发挥更多吗？年过半百，再踏进校园念研究所进修，不放弃自我挑战。鸵鸟蛋，它是一个可以承载80几公斤重量的一个那个硬度，因为我觉得它可以代表我们客家人的精神，客家朋友应景的精神。中年才设定的目标，文创路才刚起步。李玉萍说，与其期盼，不如去学去做，从努力的过程去找答案。上课喽！亚懂形式，一下懂了下；亚懂形式，一下懂了下。谢谢宗宇老师。